兄姐平安，实在是感谢主耶稣伫个十字架面顶的疼，互咱今仔日搁三甲组织伫个遮敬拜咱的阿爸爸上帝。咱伫个会前，咱来请老牧师来做会前的祈祷。咱做下头来祈祷。三位一体上帝，阮伫这时聚集伫你的殿内，阮带着一个敬畏、虔诚来到伫主你的面前。因为阮伫仰望你的宝座，伫遮聚集的时，阮也相信照圣经内面，也是阮所经验到主你的一个恩典，也对你来要互阮的灵，也得到即款丰盛的一个恩典。这想事也要想事伫阮这个所在。也特别，阮将阮家个人也整个团体，伫这个所在，搁一遍来交伫圣神上帝手中。愿你也伫遮亲自耶早，也互阮伫这个所在，也亲像以赛亚一样，这真做是一个阳光上帝你要显现的一个所在。互阮伫即时的一个敬拜，也礼拜，也互阮伫遮，不管是吟诗、读主的话语，也所做这一切事，拢真做阮的一个属灵。美妙的一个帮赞，但阮伫这个时，正人伫你的面前，也同心谦卑，伫遮来交托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牧师，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保守咱一礼拜平安。咱搁来到上帝面头前，咱要来吟诗学乐语。咱头先来唱透早起来学乐主，因为我捌听到真侪姊妹吼起来伫厝诶，就讲主耶稣啊，较早哦安尼吼，用喜乐的心来见咱的主耶稣吼。这首应该真侪人拢会晓唱。主，起来，我主，因为仰听起来见着耶稣，我心内有平安。透早起来，我主，透早起来，我主，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。我心内有平安，我将我的性命交予伊，因为伊是赏赐平安的主。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，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。透早起来，老主。透早起来，老主，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，我心内有平安。透早起来，老主，透早起来，老主，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。我心内有平安。透早起来，学乐主，我感觉这首歌，互咱用真欢喜的心来敬上帝吼。这首歌是一个简雅山啦吼，简雅山当年伫921的时阵，去到伫灾区。伊是一个老师，伊音乐老师。去到遐的时阵，因无准备，毋知要唱什么歌啦吼。要安怎来帮助因？伊伫遐随时就用这首歌，透早起来学乐主，伊就随来做这首歌。咱基督徒，拄着生命会苦难的时阵吼，咱有主耶稣，因为咱有确信主耶稣甲咱三角之地，所以咱有仰望，甲无信主的人无啥共款吼，有一点点的差别吼。所以咱就爱用喜乐的心来，无论伫什么所在，拢来学乐咱的主啦吼！来，透早起来学乐主。来，透早。
早起来，老主，透早起来，老主，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，我心内有平安。透早起来，老主，透早起来，老主，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。我心内有平安，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，因为伊是赏赐平安的主。我将我的采仰望伊，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。跳起来，老主。早起来，老主，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，我心内有平安。透早起来，老主，透早起来，老主，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，我心内有平安。这首歌互咱唱起来真欢喜吼，因为咱是主的囝儿，咱逐时逐刻拢有主甲咱三角伫底，所以咱时常来用喜乐的心来，咱请咱献开377首，这首是咱这个月唱足一遍啦吼。377首，鼓舞大家甘奉献。377首，咱来唱第1节、第2节、第6节就好。来，鼓舞大家甘奉献，报答主欢喜同在，耶稣家最的金标，都家着他最宣告，你们为什么甘无寡妇能伴你？你若无钱嘛有够，世事无明嘛有人。对啦，你若为主不愿放。主袂依靠好别人，你若为主我奉献，该好你甘目切。请咱闭班心来做礼拜。
来啊，咱来唱歌，学罗上主。咱来称赞、拯救咱的保护者。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，就对伊唱歌，就对伊唱欢喜的歌。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，是赢过一切神明的大君王。请咱只是来同心来吟诗377首，377首。歌舞大家甘奉献，报答主恩是当然。耶稣诚做天真饼，道成俗体做圣囝，请咱吟全首。这是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，伫咱周报第7页。周报第7页，使徒圣经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
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场毕业岛林内受苦，并10个死埋葬罗因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过活，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俗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咱掀开启应文32篇，圣诗的后面启应文32篇。启应文32篇，就是诗篇130篇。上主啊，我对深渊求救你。上主啊，你若记得人的罪恶，总是你为赦免人。我迫切听候上主，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。以色列人着仰望上主，伊有救赎的大权能。请咱同心，过来吟诗125首，圣诗125首。美妙主耶稣，美妙主耶稣，万有你管顾。你本是神，正做世人。主我所信仰，主我所尊重。我欢喜主做我君王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，咱只是同心来祈祷。至尊至圣、
听阮的天父上帝，你是早伫地、现在伫地、将来永远伫地的上帝。你悬悬坐伫宝座前，阁是踮伫阮身躯边，时时刻刻伫保护看顾阮的主。日仔你是阮一生上界大的福气，阮才会当进入伫你内面，享受即份的恩典。阁伫你设立的圣日，通同心自集来敬拜阿罗你。亲爱天父上帝，感谢你长看关心不便的疼，找你的独生圣囝，阮的主耶稣基督来替阮赎罪，阮才会当来认捌阮家己的罪，竟然阮阁会当得到主你即份的福气，因为即个福气，阮无阁受到罪来捆绑。总是阮踮伫即个世间，世间有侪侪的罪恶、黑暗来遮砍阮的目睭，有时怨愤、忧愁、病痛来赢过阮的信心，所以袂记得阮起初甲主立约，袂记得阮是你所拣选的家子。亲像保罗伫讲，阮所意爱的，阮无去行；阮所无爱的，歹反转去行。主啊，阮真正需要圣神时常来帮助阮，将阮过去带罪的我，真真正正甲主来当钉伫十架顶。当活的无阁是我，当活的是钉头生的我，是有活气的我。阮较无迄个活水泉，时常来流露伫阮的内面。主啊，帮助阮，将即个意念来放伫阮的心内，伫阮的生命中间，来时常来经历你的同在，互阮会当更较深的认捌你，甲你建立更较深的关系，互阮真正来体会阮的一生。你牵阮的手，永远无放离，因为你疼阮。主啊，帮助阮，互阮伫阮有限的生命中间，会当活出你爱阮活出的款式。阮知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世上的一切有你的管顾，总是人不断来敲找。咸菜是我不断来敲找世上的物件，想要满足心内的欲望。你甲阮失去这个愿望，找不到人生真正的道路。主啊，阮是有福气的人，受你拣选真侪你的囝子，求你开阮属灵的目睭，看出你拯救的奇妙，互阮坚心来倚靠你。来抵御永远活的愿望，一生用信心跟对你，服侍你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神来充满阮，互阮清楚知你的呼召，互阮正兄弟姊妹同心来建立你的教会，互教会会当伫这个所在来真做一拍的光灯。暑假嘛，直要到。侪侪青年会去参加生活营，以及主日学的夏令营。对计划甲参与其中的所有的人，拢求主你来保守看顾，互一切会当顺利，会当交成。阮也为着阮侪身躯病痛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恳求主怜悯来看顾，来医治。阮的兄弟姊妹中间嘛有侪心灵乱足的，因真正需要主耶稣来扶持、来帮衬。恳求主会当进入因的内心，互因的心灵会当得救，互因的性命会当得到逃亡。
今日感谢主，你差派老牧师来到阮的中间，用你真理的话，搁一遍要来开挑阮。愿阮的讹乐、阮的恳求、感谢，拢摆咧伫你面头前，愿你感纳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咱即是来看上帝的话，咱要看的所在是伫新约约翰福音第9章。新约约翰福音第9章35节到41节，伫新约117页，伫咱的迄个影片嘛有啦吼。来，我同一个，我会请咱来看，我来念。耶稣听见因结伊出，后来找着伊，就讲：“你信上帝的囝嘛？”伊应讲：“主啊，伊是一罪，互我信伊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你捌看见伊，现在甲你讲话的就是。”伊就讲：“主啊，我信，就拜伊。”耶稣讲：“我因为审判临到世间，互未看见的人看见，也看见的人变做青面。甲伊三甲伫地的法利赛人听见这的话，就甲伊讲：“总无阮也青面嘛？”耶稣甲因讲：“你若青面，就无罪。但恁讲阮看见，就恁的罪定定伫地。”咱看圣经到这，请圣乐队来献诗。要献的诗是来吟和散那。
请老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救赎灵魂的光。弟兄兄姊，大家平安。也感谢主的恩典，伫早起来到伫文山教会这个所在时阵，也受到咱教会中级好的一个款待。也感谢主，伫即款的一个礼拜时间，也真久无听到真好听的一个献歌队来吟诗，来伫遮学了上帝即款的一个诗歌。伫今日要甲咱做伙伫主的面前，咱做伙伫遮来礼拜的时阵，伫遐要分享进前，伫遮要来分享我家己少年时阵的一段的一个经验。当我少年时阵读神学院，捌有人即款的一个提醒，伫遮讲，听讲长老教会的信徒真厉害，是安怎厉害？因为若礼拜日讲道的时阵，只要看圣经节，看牧师的题目，个大约知影牧师。你今日要讲什么话？所以特别今日来到伫即个所在，看见着讲咱在座真侪拢是信仰的前辈，包括我家本身嘛是长老教会大汉的一个信徒，已经是第5代信徒。所以嘛是甲真侪长辈共款，对细汉就是听耶稣上帝故事一直到大汉，然后一直到家己本身献身伫遮读神学院做牧师。虽然伫即款的一个因果的一个内面，但是伫即款的一个检测淡薄仔一个紧张吼。然后搁伫遮内面，伫遮互家己互家己本身一个真要紧的一个提醒。因为伫牧师彼此一个分享内面有一个故事，大约伫遮有安尼伫遮讲着，正做阮做传教者，你准备上帝的话语、信息的一个真要紧的提醒。即款的一个故事，不管是毋是一个真实，亲像我所讲的，这是一个真要紧，对阮本身的一个提醒。则着讲到有一个拄对神来毕业的一个传道师，伊是有派去到伫一间教会，然后照伊所领受的一个职分，就是必须要伫遮礼拜日爱伫遮来讲道。然后伫第一礼拜，伊就是用咱一般真知影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信息，伫遮要分享讲着信主耶稣。所以上讲台了后，佮问兄弟讲，兄弟，恁敢知影我今日要分享的是甚物话？大家就无客起来一个看，点头写啥物话？着信主耶稣。兄弟佮真自然答应讲，阮知影。这团队毋知是毋是紧张，佮了讲安尼恁知，安尼我佮免讲佮安尼佮直接对讲来落。然后因为这动作，或者个教会中级因受怎着一惊，伊讲可能检测拄好毕业吼，袂要紧，若较输后礼拜若佮安尼问吼，咱逐个甲伊应啥物话，毋知然后第2个礼拜主日，共款真正这团队共款问这个问题。我弟兄姊大家平安，你敢知我今日主日我要讲的是甚物话？大家就无客起来，点头写啥？信耶稣得到永远的活命吼，就是讲信耶稣得永生。虽然讲周报安尼写，但是中级有交代回复，爱讲啥？毋知。大家个真正答讲毋知。这团队也讲安尼真好，恁也毋知。我读神学院无介久，拄毕业尔，我嘛毋知要讲啥呢。嘛还佫落台哇！结果连续2礼拜安尼，然后佫互中级佫怎啊着一惊。这中级也真用心咧管理这间教会，佮伫周间开一个会，佮彼此咧讨论讲，会当用阮即个代志伫遮来发生。所以因佮伫遮有参详，讲较输若即礼拜、第3礼拜，即个团队若佮安尼问的时阵，若安尼坐即边甲因啥知，坐即边因啥话毋知吼，恁小弟配合者。所以佮讲好，照安尼看伊要安怎佮伫遐回答。真正第3礼拜到，然后照伊所领受的积分，然后佮伫遮起来佮大家请安。弟兄姊，恁敢知影今日要讲啥？就无写讲上帝是听。信徒佮真照中级的交代，中级嘛一人佮照分配一边拢坐无共边。即边印啥物货？知。即边印啥？毋知。哇，真正照安尼印。这团队佮伫遮安尼讲好，安尼真好。恁即边恁印啥？知，恁边毋知，恁知影会甲答，毋知讲，毋知爱安怎？去问这个知的人吼，
啊，第3礼拜个又搁直接落来。啊，当然不管即个故事的一个真实性是怎样，若假使做传教者安尼真简单，连续3礼拜毋免准备吼。啊，但是阮家本身做牧师嘛，有淡薄的时间。啊，当然嘛真认真咧准备。啊，当然咱无要去想象讲，即个传道书伊落尾伊的结局是安怎，咱嘛免直接来假想。啊，所以用即款的一个故事，伫遐做一个自我的一个提醒的时阵，相款，两位兄弟，今仔日我要讲的信息，就是讲救赎灵魂的光。恁知影要讲啥无？阮若无机会，恁去直接参详讲应知，也是毋知吼。啊，当然较要紧的，不管讲这个故事、这个圣经，咱是毋是讲听足一遍，咱是毋是真实，也搁较毋茫讲，咱带着一个渴望的心，伫圣神的引出来内面，也上帝搁特别伫咱的生命，伫无共款的时代、无共款的日子，也成做咱的一个帮衬。伫即款的一个分享的时阵，一开始我要真简单分享一段记事。我听见某一位牧师，伊伫遮分享讲，因去到伫中国大陆伫遮旅行的一个故事，然后因就去到伫即马开始发生疫情的即个北京，伫遐咧佚佗。哇，北京是一个真侪迄款的，咱知影讲真侪历史文化的一个都市。啊，然后听见着即个中国大陆即个导游伫遮甲因介绍，哇，即个历史怎样？啊，遐安怎等起来，伊真佩服。即个导游伊是一个读册人，介绍了真详细。啊，然后伫遐佚佗连续几日了后，大家较熟，然后大家开始开讲。啊，迄个时阵拄着美国去攻打即个伊拉克吼，咱知影即款的一个战争的一个代志。啊，然后即个导游就伫遐问讲：啊，恁敢知影讲美国去甲即两甲伊拉克相战吼？啊，这送赢安尼啦，恁知无？吼，啊，即个牧师因个伫遐讲：啊，当然是美国赢。较是美国赢，无可能啊！因遮拄开始尔呢。啊，伊甲讲真正，是美国赢，然后但因讲战争已经结束啊，美国赢。啊，这导游一定毋相信，因为今仔日报纸才写讲吼，美国才战到对一个所在若定安尼吼。啊，佮伫遐甲伊伫遐坐，啊，然后这牧师嘛无爱，佮伊讲袂通，佮讲啊，无你来问阮边仔遮会做伙遮谈判吼。啊，逐个嘛点头讲是啊，美国已经伫遐赢。啊，然后这导游才伫遐规面怎忽然间，哇，安尼红气是安像咱像讲足见笑的吼，因为伊才知影，原来伫因的国家所看的即个新闻代志，拢有经过加工的啦。所以，互因无法度知影讲伫外面即个世界的一个消息是甚物货。所以原本伊家己本身迄款来讲，诚做讲伊是一个即个国家的一个百姓的迄个一个荣耀、一个骄傲，忽然间。因为即个代志，然后受压看，互伊感觉讲真见笑。啊，所以也亲像讲，伫今日即段圣经中一个足要紧的提醒，耶稣透过伫即件事的一个意义，就是阮也要甲咱提醒，就讲咱亲像讲，咱每一位，咱拢会加减，拢有咱一个无法度看清楚的一个所有的一个盲点，也是咱受压看的所在。这检查是受到即款的一个环境的造成。嘛有可能是因为教育，嘛有可能是你家个人的一个偏见，所以当咱来到伫主的面前，咱搁较需要，亲像即个清明共款，讲主啊，我要看见，但是我要看见是我的灵魂，我的性命要会当得到清楚，因为咱爱知影，当咱诚做咱是一个人受创造，伫即个地面上咧生活的时阵，咱会受到侪事的影响，直到。咱若亲像伫即款的黑暗的状况的内面，所以伫即段圣经中，真要紧的，也要甲咱做即款的提醒。黑暗真侪时阵是若亲像是一个受压看的一个形式，毋是讲你目睭伫遮来看袂清楚。伫即款要甲咱分享的时阵，可能有几个名词，咱时常咧讲，就会先甲咱做一个分享。譬如讲，咱时常会讲到即个盲目吼。啊，盲目真简单讲的，就是你对一件代志，对你无法度看清楚啊，然后无法度明白事实的一个情形。啊，举一个可能较简单的例，咱社会新闻时常看到，包括有一句，即个咱时常嘛可能加减捌听到讲爱情是啥物货？爱情是什么？盲目的啦。啊，台语当然无安尼讲啊，台语讲的较歹听，讲爱着较安怎吼？
就是安尼啦吼。这就是盲目的一个意思。然后一个盲点的意思，可能嘛当下伫咱人的身体、生理上，也是甚至你的经验，也是讲你家己个人开始用你的一个标准，你看待一切的一个人。所以即款的代志，那亲像咱咧形容讲，有一个心理学的名词所你讲的，讲你就是那像挂一个乌银的目镜，乌银的目镜知无？戴太阳眼镜，就是看出来色感拢共款，完全无共款。就是那亲像安尼带着迄款的一个偏见，这那是某一个部分有一个形容词嘛会当讲，那像咱有当时感觉讲你会看到讲有的人伊无看到伊一个欠缺的所在，也是伫迄个偏见的你看的时阵，甚至伊家本身所你讲的话，你会感觉讲迄个人伊是自我感觉良好。当然自我感觉良好，有当时嘛对家己讲嘛袂歹啦。譬如讲，咱会当讲家己做缘投的无？会啦，会当讲家己做美丽无？会啦。但是莫讲我是全世界上缘投的吼，迄个自我感觉良好吼。这就是用伫无共款的所在。然后伫今仔日所讲的这个另外一个较要紧的相款的，就是讲到这个牙坎，就是汉文叫做蒙蔽，就是将这个事实伫遐真相伫这牙坎。那像一开始我所分享，迄个导游，迄个中国大陆导游的一个类共款。所以伫咱有即款的了解的时阵，咱来到伫今仔即段圣经中，特别即段圣经的内底所记载真实的故事，拄好发生伫头前有耶稣伊下面一个惊工人受掠伫妇人人的后壁面，所以耶稣基督佮透过这个事，然后伫遐医治一个痴迷的，然后佮进一步宣告讲我就是世界的光，然后成做这个人的一个帮站，讲我会当成做恁的一个引带，互恁无佮生活伫这黑暗的中间。但是咱看见着今仔日法利赛人听见着耶稣即个宣告，反倒当讲无敢，我毋那共阮痴迷嘛？意思讲，我敢毋知事实是怎样嘛？所以透过伫今仔即段圣经节，佮真简单，要教咱伫遮来分享，就是咱人往往咱的性命的一个盲点，就是盲目的所在，就是检查几项事，就是讲咱有带着一个成见，也是讲咱的怀疑，也是咱的宗教骄傲，也是咱的惊，直到讲咱无法度看清楚，甚至讲着讲咱家己的性命的一个状况。首先，伫即件事的时阵，咱搁若伫今日读的圣经节，是确实属伫一个结果、一个结尾的一段圣经节。咱若搁当伊有时间来看着即第9章第10到第20节。遐个伫遮小连串一开始一个医治的过程，一开始个有人带这个痴迷去见耶稣，结果耶稣也先个伫遐问耶稣讲：老师啊，生的啊，这个人生落来个痴迷吼，因为犹太人因的文化是安尼，是伊犯罪还是安怎？因是大人犯罪。咱会当看见着讲耶稣的学生军队，耶稣一直咧医治人，耶稣伫遐咧行做神迹，然后咧对遐怂恿人，而且诚做因的帮助时阵，既然讲甲因三甲做伙这学生，因毋是直接体贴即个痴迷人，看袂到目睭痴迷迄款的一个苦情，反倒当伫遐咧讨论讲伊受艰苦的一个原因。真侪时阵，当咱去关心一个人，也是讲去人探访、去病院关心伊的状况的时阵，咱嘛真无张伫含入伫即款的事的讨论。讲伊是啥物病？是安怎安尼？伊敢毋是拢有咧安怎？医生佫讲安怎？煞袂去讲，迄个人佫伫遐艰苦啊，无去伫遐同情，为伊伫遮来祈祷。所以伫即段圣经中，咱看见着这个学生，因无去看着其他人的一个艰苦，反倒当退到伫因当时的宗教的文化，伫遐咧讨论，甚至咱会讲是一个论断，然后伫遮诚做因的性命的一个盲点。且往往这嘛诚做咱家个人的一个性命盲点，嘛有可能诚做是咱的社会，甚至是整个团体的一个盲点。其实即款的一个用成见伫遮咧论断咱人的时阵，伫这社会上，咱会当看见着讲，这个事拢时常咧发生。那像讲伫过去，伫即款的一个伫
伫咱台湾有一个罗惠夫医生吼，伊有一个外号叫做补面的天才。啊，咱知影讲伊专门拢是咧医治啥物货？气喙，咱拢讲台语叫气喙，讲甲真歹听吼。应该讲吐唇啦吼。啊，为怎讲会伫遐讲即款的诚做遮的帮赞呢？因为咱知影讲伫台湾人的一个文化，包括我大汉的一个成长的环境，嘛是捌拄着。啊，讲啊，捌听厝边头尾伫遐咧讲啊，迄个人是安怎生来个气喙，是安怎？哎哟，迄就是因兜迄啥物人因新妇啦，就是毋听我讲啦。啊，就是吼，有钱的时阵去举啥货？吼，大家拢知吼。教倒啊，啊无个拄好，阮兜头前安怎？有人伫遐咧话偌好，拢因安怎有诶无诶吼？啊，煞无想讲，哎哟，这老母看着囡仔生来气喙，因会感觉足毋甘呢。啊，所以这罗惠夫看到即款诶现象，伊搁伫遮搁转去美国，用2冬诶时间重新搁学习，然后要安怎样来修补即款诶一个空喙诶所在。结果也因为安尼，诚做咱台湾人一个帮赞，甚至足侪遮得到伊帮赞诶，因伫遐讲，因为遮阮诚无顾诶时阵。透过这医生伊的帮赞，阮会当找到阮的幸福，甲阮的一个自信。所以，当来到伫今即段圣经中，当耶稣的学生伫遐咧讨论讲，是伊有犯罪，也是伊世大人犯罪的时阵，那安尼，咱会当看到，咱无看到人的痛苦，这毋是即款的痛苦，毋是上帝所要爱。因为当咱伫爱知影，咱的信仰就是要爱咱去注意人的一个苦痛的所在。所以，当咱的信仰诚做是一种的偏见，诚做是一款的一个袂当互咱感动的教育的时阵，咱的信仰嘛会诚做即款的一个盲目的即款的成见甲论断。然后伫即件事的时阵，咱去看头前伫第80到第90节，毋是讲耶稣的学生安尼尔，即个市民诶，佮所拄着的是安怎？伊的厝边啦，伫遐咧怀疑啦，伫遐咧怀疑啥物货？因为伊目睭得到医治的时阵了后，因个咧怀疑讲，这毋是真正伫遐咧安怎？伫遐咧乞食吼，伫遐咧讨的吼，敢毋是目睭无看啊？咱会当看见，人真容易就是对所发生的代志，咱的心怀疑的时阵，甚至咱对家己所看到的代志，咱会伫遮迄个判断，咱会伫遮开始感觉讲无可能的事啊。所以这厝边这朋友。拢认为讲，无可能有迄种目睭原本青面会当得到看见即款的事啊。放伫咱的信仰的状况，那像讲有当时咱咧上帝求到讲主啊，互我有搁较大的信心。往往是安怎，咱的信心无法度到业，就是安怎，咱抑搁存着真济一个怀疑的事。但是即款的代志，即款的状况是真正常的事，因为包括我家个人也捌有即款的一个经验。我会记得，伫我家本身10几年前读这无限学博士班，伫2008年毕业吼。虽然有一段时间，但是我无介老啦吼。足早就去读。伫款时阵，伫这唯利是人伫咱遮也无介远。拄仔伫阮有遮牧师迄款的课程，伫遮互相讨论。有所谓的叫做五旬节教派，就是灵恩派的牧师吼，因个伫遮咧分享，我个感觉足奇怪。恁是个足灵恩的啊？看到人毋对，个安怎？甲医病赶鬼啊，赶喙安尼个，是安怎？个要学习讲要安怎同理心啊，要安怎谈话吼，要人关心的一个技巧，然后迄款的协谈啊，要认捌一个人，等等遮。这个牧师也嘛真少年，伊个伫遮真实分享，讲这是因所欠缺，阮必须要来学习，毋是逐项代志拢会当用心业伫遐看。但是伊嘛现实，阮也随分享一件事，我印象真深。伊讲着因教会某一个姊妹，然后讲目睭有一蕊目睭无看，然后就去互医生判断诊断，几若遍医治拢真正怎样落尾怎样无看吼。结果伫迄款的诊断了后，然后伊就伫遐讲医生给他开一个诊断书，讲确定伊即蕊目睭就是无看。然后这个姊妹个因为有保险，毋知讲伊保险会当领一个，领200-300万一蕊目睭安尼吼。怎样无看？哇！保险公司怎样200-300万？经过差不多半冬久的时间，教会有办一个医治特会吼，因为五旬节教派因拢是用办即款的事。结果迄个姊妹目睭受到医治啊，煞会看到啦。那你目睭忽然间会看，你会相信无？我是袂相信，我会阁先去找啥？
医生啊，对，是对啊，毋对啊，还是我是错觉啊，吼，幻觉哦。啊，真搁去找医生，医生搁安怎搭照，啊，搁有反应，啊，然后搁安怎透过一寡迄款的一个诊断，佮伊讲啊，无可能啊，佮真正目睭有看吼。啊，即个老师嘛，佮他讲医生啊，无麻烦你者，我这目睭有看啊，无你会当到改迄个诊断书无？讲啊，你改这要创啊？伊讲我还摕保险金摕互迄个保险公司啦，吼，因为牧师讲吼，安尼你目睭有看，你搁钱甲行人安尼吼。哦，啊，医生吼就是无爱啦，因为伊若搁写讲吼，已经经过差不多7、8个月的时间啦，讲伊若搁写讲若即个人伊的患者目睭有看。啊，表示讲伊诊断有错误无？有啊，就是无爱得开互伊个对吼。啊，所以咱会当看到有影，真侪时阵咱可能伫上帝的恩典内面，拢就是伫存伫即款的一个怀疑，甲即款信心的一个中间。咱像我家个人的名叫做细光吼，细光嘛有即款的一个生业的一个原因，啊有上帝一个生业奇妙作为，若有机会，才去甲咱兄弟伫遮来分享。啊，所以连兄弟。当你若伫教会内面，伫即个信仰经验着上帝恩典的时阵，煞无愿意搁进一步伫信仰伫遮成长的时阵，那安尼你的信心会伫遮无去，反倒转会伫遮来退步。不管讲咱兄弟信仰状况偌久，若举一卡咱教会生活拄着，可能嘛有足侪兄弟也检测有淡薄兄弟因来到教会足久的时间，啊讲邀请伊要来洗礼，也是要讲认。主耶稣做救主，一直无法度踏出迄个最后的一步。啊，所以咧兄弟，当咱有即款的信仰状况的时阵，那咱求主亲自伫遮来加添开力帮助咱。然后伫即段圣经中，互咱一个真清楚看到，就是法利赛人，因看到即个市面一定看到，然后反倒转伫遐讨论啊，讨论啥物代志？讨论耶稣即个人，哎，伊安怎？毋是对上帝遐来？哦，耶稣。伊伫遮安怎无守安息日，较会当去人医治做即款的工啊！吼，啊，佮讲伊是一个罪人口，可能做即款的代志。伫因迄款的一个讨论内底，互咱足简单看见一件事实。咱咧讲着咱的宗教信仰，咱会发现着讲，咱咧讲咱是长老教会的时阵，当咱咧讲咱是长老教会，甚至讲咱是文山教会的时阵，你会发现这毋是真单纯一间教会。也是一个教派若定，你会发现着讲，咱的信仰事实上有真侪的代志，吼啊，侪物件安怎斗做伙，就是组合在一起啦。啊，所以比较讲，伫教会文化也好，也是讲伫一个咱顶了教会教派，会存在一个足简单的一个讲所谓应该啊，吼，咱顶了教会应该爱安怎，咱顶了教会应该爱如何，甚至咱讲咱的教会应该如何。其实咱会当斟酌来想，这毋是耶稣所要爱，因为当一个人有欠缺需要时阵，感觉该有尊着所谓应该呢？咱亲像讲捌伫过去也捌听见所分享的一个真实，可能诚做咱的一个长老教会的一个提醒。有讲到某一间教会中执会当工，因个伫遐讨论超2、3点钟，就是为着讲迄天有某一个机构来教会募款。啊，是毋是讲要斗整数，佮加一个1000块安尼斗整数，讨论超2、3点钟吼。啊，结果嘛是落尾无吼。啊，结果落尾牧师嘛感觉讲害头，因为牧师讲，阮中昼食遐牛肉面，佮1000几块啊吼。若假使无食，然后佮奉献互这单位有需要的，这个较是咱必须要做。啊，所以求上帝也帮助咱，可能检测伫咱的信仰状况，有做已经诚做。咱一个约束，迄款的约束可能是咱的习惯，也是传统。比较讲，咱来到伫主的面前，咱无法度用一个欢喜的心，而且来敬拜上帝，也愿主加添开力伫咱的心上。然后伫即个最后，咱会当看见着一项事，就是看到即个青面，伊的爸母，伊的老爸老母，当伊目睭得到医治了后，然后伊的老爸老母安怎讲？伊讲啊。对，有影，真正是生落来个青面，啊是啥互伊看见的？我毋知影哦。啊已经大汉啊，安怎？你家己去问伊啊，吼。咱会当看见讲，当而且要救看伊，你亲像即个青面共款，存着一个顺服的心。耶稣叫伊去洗轮啊、水池啊，去洗目睭，得着看见，伊有顺服无？有，伊就讲主啊，
我愿意，佮照安尼去遐做。所以伊佮安尼得到即款一个医治，得到即款一个帮助。所以弟兄兄姐，当即个青年伊愿意安尼做，愿意安尼来领受耶稣即款的医治的稳定的时阵，咱会当看见耶稣伊所行的即个生意，有赢过咱人侪，包括伊这学生的这先见论断，甲伊这出面头尾的怀疑，也是讲法利赛人迄款的宗教强，甚至因士大人迄款的惊，至到讲无法度领受即款的稳定的时阵，所以咱会当看到，包括耶稣才会安尼讲，甲咱提醒，是甲咱提醒，讲恁今仔日恁若目睭青面，恁个无做，但是恁讲阮还阁看着，表示恁的做还阁伫地。我相信耶稣伊讲即个话，毋是讲伫遮遮法利赛人咧讲，伊遮嘛咧咱提醒讲，咱还阁无法度知影讲咱一个欠缺的所在，所以咱爱伫每一个时刻、时常爱来到伫主的面前，包括咱伫即时的礼拜嘛共款。我相信你有迄款的一个备办，迄款的交托的事，圣神的感动也会临到着讲你的性命。所以毋但是安尼，最后耶稣搁一遍伫遮足清楚搁甲咱讲，伊讲我伫即个世间上的时阵，我是安怎世界的光啊吼，是世界的光。我毋是要甲我的命做一个呼应吼，还是即圣经在遮耶稣安尼讲吼。所以也愿兄弟咱也知影讲，咱家己是一个受主所创造，咱的欠缺，咱亲像伫上帝面前，伫上帝面前的时阵，愿意承认咱家己黑暗，咱看袂到家己限制，求主伫遮愿意亲自来帮助，讲会当来光照伫咱的性命。所以当咱要领受的时阵，要会当得到主会当真做咱的帮助。你要领受这个稳定。真简单，有三句话吼，三句话。伫咱灵修的时阵，你会当用这三句话，伫遮来做即款的一个学习，就是讲我愿意，我承认，求主帮助。来，恁对牧师讲吼，我愿意，我承认，求主帮助我。安尼有简单无？就是简单。这伫耶稣伊所带来互咱真要紧的信心。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也时常讲主啊，我愿意，也我承认。也求主你帮助我，亲像这市民带着即款困求的心的时阵，也愿伫主耶稣内面所享受的一切丰盛的好，临到伫咱所有兄弟姊妹的身躯顶。咱做额头来祈祷。阮的主上帝也感谢你，透过伫这段圣经中，互阮看到，伫你的面前，阮着要愿意伫遮来存着敬畏的心来祈求的是，在伫你所备办的一切稳定丰盛，也要临到伫阮。当阮要恳求主上帝，你亲自伫遮来帮助阮，因为阮做时阵也高举阮家己，做时阵看家己较高、较悬伫上帝你的作为。当恳求主也帮助阮伫你面前，伫遮愿意承认家己的欠缺无够额，佮主你开喙，主求你来帮助我，互阮会当得到即款一个在伫你所要互阮的一切水佮好。来临到伫阮，亲像主你创造阮，一开始迄款创世纪内面一切水佮好，善良也临到伫阮，一个生命中间也真做，阮每一时领受主享受的平安、喜乐、欢喜，一个生活，一个根基，带着一个即款的交托恳求的心，伫你面前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三约过来吟圣诗135首，圣诗135首。救主愿意做我牧者，救主愿意做我牧者，阮拢倚靠你扶持，带到草埔互我饮食，必办羊条来保庇。救主耶稣，救主耶稣，你赎回阮归属你。救主耶稣，救主耶稣，你赎回阮归属你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请坐，请备班心来奉献。请坐。这是阮的报告。未报告的学生，请咱来看第2页下面的金句，咱来念2遍。独独敬畏我的名的人，要有公义的日起来照恁，伊的实有伊伫的功效。恁要出来着跳，亲像钓来肥的牛仔。马拉基书4章20。独独恁敬畏我的名的人，要有公义的日起来照恁，伊的实有伊伫的功效。恁要出来着跳，亲像钓来肥的牛仔。马拉基书4章20。请咱来看第3页。咱下周的服侍同工，咱拢有写伫遮，请咱家己来看。拜三的祈祷会，主理是黄传道，司会是郭金敦执事，题目是伫主内的安息。圣经，马太福音11章16节到19节，搁25节到30节。咱后礼拜主理是李信义牧师，题目是上帝对人的考验。圣诗圣经伫遮，咱嘛会使提醒来准备。请咱掀开第6面，咱来看咱的教会消息。第一，咱欢迎老世公牧师，来到咱本会的正道。我代表本教会，甲老牧师说多谢。
第二是中集会开会，咱下主日礼拜后中午12点要举行中集会，请咱中集来出席参与。第三点是场地的恢复啦吼，请咱各团契伫咱使用咱的场地聚会了后，请咱将咱的场地恢复咱的原来的样式啦吼，像桌音响吼，特别是音响，迄个巨长的音响吼，咱用了咱莫甲迄个麦克风的音源线甲扭掉啦吼，关掉就好莫迄个咱的地下室。咱的桌用了，因为咱有老人共餐吼，咱爱用，所以咱拢甲伊恢复伊原来的样子安尼吼。第四，上去会长吼，就任伫咱下主日台语礼拜后，咱要举行咱的少年团契会长的就任。第五是校规学校的夏令营的招生。今年暑假校规学校要定伫咱7月16号到172天，就是拜4拜5，欢迎咱兄弟鼓励咱家己的囡仔吼，大班以上吼来报名参加。我看迄个群组内底，敢若足侪人报名吼，所以要去的人吼，要参与的人吼，较紧去报名吼。中集咱初阶的训练会，北中有举办咱中集训练会，吼，咱邀请咱中集来报名参加，时间是7月11日拜六。吼，伊的课程是有法规跟体制跟角色跟职务啦吼。详细的内容，请咱伫公布栏遐来看。伫今仔日进前吼，咱爱甲干事报名吼。第七是咱的性感事项表已经出来，请咱有参与服侍的同工，请咱去到迄个1楼的柜台遐来摕。第8点是开拓教会奉献主日吼，下主日的礼拜是开拓教会奉献主日，请咱兄弟来备办心。第9点是青年团契有选出新任的同工，会长是周绿健吼，副会长是张景元，活动是李承勋，会计是赖义轩吼。第10，咱兄弟团契聚会通知就是下一季吼，7月甲9月聚会时间要改伫第1周甲第3周，原来是第2周甲第4周嘛吼，所以即马改伫1、3周的礼拜4吼，上午是9点甲10点，地点是伫1楼的会议室，10点甲12点要上迄个卫福部举办的预防及延缓失能失智的课程啦吼。地点是这个第2这些地点是咧古堂。这个课程吼，每礼拜4拢有咧上课，欢迎咱的企业吼拢来参加。第11点是咱的新学生吼，咱本主日吼，咱的新学生昆玉，伊伫本会时有一段时间即礼拜是最后一礼拜啦吼，伊要伫小等下要甲咱分享一点点仔实习的心得啦吼，即马就请昆玉孙学生来分享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时间过甲真紧哦，来到文山教会已经来遮学习有8个多月的时间，时间嘛真短。但是呢，若是要甲上帝的恩典，拢全部拢讲好了，有可能今仔日礼拜爱拖到12点外吼。但是我顾着大家有个巴肚，另外我同样短短的分享来表达我的心声。第一个要感谢青少年团契。好有机会来陪伴因，互伫遮，或者信仰的路程来互相勉励。嘛感谢主日学，互我来通做老师，
伫教室细囝内底做伙建立一群细囝的信仰。嘛感谢礼点部的同工，互我有份为兄弟姊妹分享上帝的信息，做伙领受上帝的话语。特别感谢团队伫教会的事工的顶悬，指点我嘛真侪的美角，互嘛伫我的台语的顶面的有真好的鼓励甲提醒。虽然有可能讲啊无真认同，但是对旧年来讲，我有真侪的进步。因为有真侪人甲我讲说，我听有你讲的话嘛感谢团队的指导，感谢真感谢。煞来要搁感谢是义圣丢了，伊甲我分享文山教会的历史，互我看起上帝的脚业，特别义圣长老。伊提醒我真侪爱做无教的本分，毋管是我伫教会甲会友的交易，还是讲伫关怀的顶面，以及要面对着急的时阵呢，爱用啥物方法，来做伙来同工，这个提醒，拢是我未来上重要的功课甲学习。实在要讲，伫文山教会实的这段时间呢，甲青少年做伙聚会。一直是我上欢喜的时阵，嘛是我上喜乐的时阵。看到因对圣经的追求，嘛愿意为着教会欠缺来服侍，尽心尽力，因行出福音的使命。这种的历程，互我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嘛真正感谢上帝，将这个学生放伫文山教会内面，互我心肝头有一个声音讲，丢了教会青年，真正有救啊！你无论伫聚会内容，还是伫同工彼此的关系，拢是徛伫上帝的话，行出上帝的道理。亲像耶稣讲，疼手边，佮亲像家己。嘛感谢青年团体来接纳我、疼我，佮亲像恁的好朋友共款。那我要感谢的代志实在是伤济啊！千言万语，我做一句去感谢主，是恁大家互我感受到信心的同在。最后呢，甲大家分享一个经文，一个经文记载伫哥罗西书第3章第6节，伊遮讲着，着互基督的话丰丰富富踮伫恁内面，着用共款的智慧互相教示，彼此团结，唱诗篇、圣诗、灵歌，对神代感谢阿罗上帝。愿即个经文加做咱教会的帮助甲祝福，愿圣神引传咱大家。将上帝的话永远放伫咱的心内，以真实活出信仰的见证。感谢上帝，嘛感谢大家。献身是真辛苦嘛，真喜乐的事无论你去到对，上帝甲你伫地。好，请咱搁来吟所要编的诗397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吟诗煞要请老牧师来甲咱祝祷。咱做来领受上帝恩典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灭倒闭会。